當時羅馬皇帝該撒亞古士督落咗命令，要全國嘅人登記戶口，人人都要返自己祖籍嘅地方登記。約瑟同瑪利亞因為係大衛家族，由加利利嘅拿撒勒出發去伯利恆。嗰陣時咧，瑪利亞已經大肚，就快生。去到伯利恆，客店全部爆滿，冇地方俾佢哋住，最後只可以喺一個馬槽安頓落嚟。就喺嗰度，瑪利亞生咗頭胎嘅仔，用布包好，放咗喺馬槽入邊。呢一晚，世界嘅救主嚟咗。喺伯利恆附近呢，有牧羊人夜晚睇緊羊啦，忽然有天使出現，榮光照住佢哋，嚇到好驚。天使話：唔使驚，我帶嚟大好消息，係關乎萬民。今日喺大衛嘅城，有救主為你哋誕生，就係主基督。突然之間，滿天天使一齊出現，齊聲讚美上帝。喺至高之處，榮耀歸俾神；喺地上平安，臨到神所喜悅嘅人。牧羊人即刻話：走啦，我哋去伯利恆睇下。佢哋急急腳去到，見到瑪利亞、約瑟，仲有嬰孩耶穌。佢哋好驚喜，將天使講嘅事四處傳開。牧羊人返去嘅時候，親眼見到神所講嘅全部成就咗。一路行，一路讚美榮耀上帝。